处理记事本，然后按右下方3个点，水平3个点，就可以增加位置资讯呢。可以增加位置资讯，可以建立 GIF 动图，还可以建立短影片、定时器，这么好用啊！建立 GIF 动画是什么？从建立动画了哎呀，可以用手机制作动画，好用手机可以制作动画，速度也很快，可以调整速度要更快，你看，可以慢一点的是慢一点。也可以大小比例的这个是百香果，百香果的花好美，这是兰花这个叫龙须果的，龙须果是一种中药，你看果实成熟变金黄色，龙须果这个百香果龙须果是百香果。又叫神仙果、龙珠果、龙珠果、龙须果，中药呢，整颗都可以做药。秋天的时候呢，采收的那整颗都可以做药。何首乌的整颗也是枯干了以后也是可以采收做药。这个是龙珠果、龙须果